主啊，2026年5月26日，每日圣恩讲读经，好好的福音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。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，伊是大囝，比一切受造的较早有。因为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就是伫天顶甲地上看袂到的，甲看袂到的，灵界坐王位的，甲主政者、统领者甲掌权者。上帝通过伊，也为着伊创造万有。还未有万有以前，伊就存在。万有靠伊连结好势。伊是教会，就是伊的身躯的头。伊是元首，是大囝。上帝予伊成做头一个对世人中国外，通伫万有中成做第一。因为上帝照家己的旨意，将家己完整的特性充满伫伊内面。通过伊的囝，上帝予万有，无论伫天顶还是地上，拢甲伊和好。上帝通过伊的囝伫十字架顶流血死来促成和平。恁有一时甲上帝断绝关系，心思甲伊敌对，做歹代志。毋过现在，上帝已经通过家己的囝肉体的死，予恁甲伊和好，诚侪圣洁、无缺点、无通嫌的祭物献伫伊面前。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予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愿望无动摇。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下所有的被造物。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采用。好好的福音，伫这个世界破碎的关系，哪像比好好搁较常看见？人甲人之间有冲突，厝内的人之间有隔阂，社会之间有拆理，个人内心深处也常常感觉矛盾甲失落，甚至人甲上帝的关系也出现问题。哥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指出核心：好好的根基是基督，伊是迄看袂见的上帝的形象。只有真正认捌基督，才会当明白好好的福音。这段经文是一段赞美诗的形式，指出上帝的疼囝，基督是超越万有的大囝，伫一切被造以前就存在。借着基督，上帝创造万有。同时，基督也是对世人中各活的首位，是救赎的主。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，就是上帝的重要旨意，要互世界被造一切，借着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，甲上帝和好，互天的万有搁再归属伫上帝。人若想要知影上帝是安怎样的神，就必须要看耶稣。罪的本质毋单单是违反律法，搁较是拒绝上帝、远离上帝。若是好好的第一步，是上帝主动互人重新看见伊，踮基督内面，遥不可及的上帝变甲可亲可近。真正的好好，毋是我心内比较平安，而是整个生命重新转来到为主得活的正确位置。咱的人生若离开基督，就会失去特殊，毋是因为咱无够努力，是因为无转来到生命原本的中心。好好，毋是来自人的努力，
是来自基督的牺牲。十字架是上帝主动承担破裂关系的代价。若无十字架，就无真正的和好。咱以前是甲上帝隔绝的，因着恶行就甲伊为敌。毋过福音带来转折，借着伊囝儿耶稣肉体的死，上帝互咱诚侪伊的朋友，伫伊面前圣洁、无缺点、无通指责。保罗提醒信徒爱持守信仰，坚定徛踮坚固的基础顶面，毋通放弃当初领受福音的时得到的愿望。这毋是判定恩典，是指出真正经历好好的人，生命必然有方向、有坚持。咱毋是靠行为领受救恩，是因为已经踮好好的关系中，所以无搁再随波逐流，无搁再受假福音吸引。好好的福音毋是互人随意生活，是互人无搁再为家己得活，无搁再互错谬迷惑，无搁再失去愿望。持守信仰毋是家己硬垫，反倒是徛牢踮基督已经成就一切的根基。好好的起点是伫基督的身份，好好的代价是十字架，好好的结果是关系的恢复，好好的呼召是持续徛踮福音内面。今仔日的世界还充满拆裂，但是教会蒙召爱诚做好好的见证，因为咱毋是传递一个理念，是见证一位互万有甲上帝和好的基督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真正认捌耶稣毋单单是救主，搁也是我性命的主甲生命的中心？我的生命是毋是反映我已经甲上帝和好？我是毋是真正认捌耶稣毋单单是救主，搁也是我性命的主甲生命的中心？我的生命是毋是反映我已经甲上帝和好？咱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伫十字架顶成就和平，互我无搁再甲上帝隔绝，得以转来到天父的怀中。求你互我一生会当诚做你的器皿，来宣扬甲主和好的福音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